後個月就是中秋，閣接一個教師節，有4天的連續假期。高公局今仔日提出這中秋連假的國道觀測措施。另外，針對這個月19日，在國道1號發生嚴重車禍，造成3人死亡、3人受傷。高公局也呼籲公路，但準在咧高速公路頂頭調車，或者是發生車禍，咱人就要趕緊離開車邊去到路徑。上驚的就是這後壁的車無注意直接撞來，這才是上嚴重的。這個拜三，在國道1號苗栗32路段，有一台廂仔車甲頭前的電動車相挨，兩個駕駛落車，佇咧車的邊仔談判，後壁一台白色轎車煞汹汹弄過來。第二架嚴重的車禍造成3個人死亡，3個人受傷。高速公路局就呼籲民眾，不管是車佇高速公路過路，也是出車禍，愛先開車的警示燈，放告狀警示牌，人愛離開車道到路徑，較110報案。車頂的人也要緊落車。國道發生事故，在完成必要的警示之後，最重要的是要趕快離開車道，移到護欄外或是其他安全的處所。事發後，以人身安全為第一優先，牢記先保命再處理，以降低2次事故發生的風險。根據高公局的統計，去年在國道總共有14件二次事故的案件。雖然今年1月到7月，國道二次事故是3件，比去年同期的6件佫較少。不過高公局也提醒，二次對撞的車禍通常攏會真嚴重，致死率也較高，所以正確的防護措施真重要。另外，今年中秋節拄好閣會接教師節，連續休4天，除了車流量會較濟，高公局也提醒唔通疲勞駕駛。其實連假的話，它還有一個特性，就是說有時候有的人會熬夜嘛，對不對？所以是疲勞駕駛。那其實我們的肇事原因就是分心了跟未注意車前動態這個也是分心了這一塊來講的話，其實是噪音一直都是，尤其是 A1 事故都是在排名是1、2名的部分。高公局預計中秋連假的頭一日，往南的交通量會是普通時的1倍半。連假期間也提出國道管制措施，包括高乘載。部分時段封閉交流道、開放路徑、實施差別費率等等，呼籲民眾注意相關的措施。記者郭玉基、林秀凱台北報道。